覺得自己選擇嘅體育會有問題，應該點樣判斷？孩子於美國鍛煉籃球而經歷家長投訴球會，我會點處理？點解我反而中意個仔留喺一隊唔舒服嘅球隊？大家好，我係 Energy， 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可能同一般家長好唔同嘅睇法。如果你而家個小朋友係打緊比自己能力低嘅隊友，比賽又辛苦啊，家長群又好多聲音，咁你可能會問一句話：咁留嚟做乜？我今日就想用我自己個仔嘅真實經歷，同大家慢慢拆。我個仔而家打緊青年籃球聯賽啦。假設用美國籃球總會嗰套分級嚟講，成個系統分 D1 到 D26咯。呢方面真係幸福過香港，每一場波由於分層足夠，所以都非常激烈，令到小朋友唔同程度都可以成長。D1 最頂層 D26 初階，每年超過2000個球員參加。我個仔嘅實力大概係 D2 左右，但佢而家所屬嘅隊伍比賽 level 係 D4 啦，而隊友嘅整體能力咧大概係 D6 至 D8， 即係咩意思啊？即係佢係想打，而且唔係輕鬆嗰種。講到呢度，我完全明白好多家長會唔開心，因為你會見到幾樣嘢，佢咁隊伍人數少咧，比賽好辛苦，有時配合跟唔上。有家長會問，點解球會唔補啲勁啲嘅人落嚟？呢啲反應其實好正常嘅，因為家長本能就係想保護小朋友，但係問題係舒服唔一定等於成長。我從事呢個行業，所以我睇得好清楚一樣嘢，呢個環境反而俾到佢練新技術。點解？因為當一個球員喺一個比自己弱少少嘅環境入面，佢唔需要每球都靠身體，咁佢會開始思考點樣急停，點樣起跳啊，點樣用 timing 而唔係速度。舉例如急停跳射嗱，呢啲技術，如果你長期打同 level 或者低壓力比賽，係好難逼到自己去用。但係而家呢個環境咧，係對手唔會讓你，隊友未必幫到你噶啦，你就要用腦打波。我自己心入邊其實好清楚一條線，如果有一日佢喺呢個 level，每場真係可以穩定攞到20分，同埋唔係刷數據，咁係靠技術啊、選擇啊、節奏啊，而隊友真係明顯跟唔上，或者我開始見到教練安排出場有問題，教學方向停滯，淨係當佢係工具人，到嗰一刻咧，自然就會轉隊啦，唔需要鬧，唔需要怨，因為嗰一刻佢已經完成咗呢一段嘅學習。有啲數字，我覺得家長一定要聽過一次。咁以美國體系嚟講，每50個大學 D1 球員，先有一個入到 NBA 預備層；每500個認真打波嘅球員，先有一個真正踏入 NBA。咁你話，如果咁少人可以去到頂層，我哋而家最重要嘅係咪今場好唔好打，定係有冇累積到真正可轉移嘅能力呢？所以我自己選擇好簡單，我唔係因為呢隊好而留咯，而係因為呢段時間有用，我會陪佢觀察啦，陪佢調整啊，陪佢等一個自然升級嘅時機。最後想同所有家長講一句，真正嘅成長好多時都發生喺一啲唔係咁舒服嘅環境。如果你都正面對同樣嘅掙扎，希望呢條片可以俾你一個唔同角度。多謝你哋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加入我哋頻道。